有个人会问我说：“哎，你那个米雕是真的米吗？”我说要不要吃吃看？现在要靠老花眼镜辅助。陈端端说，原本光靠肉眼，她就可以用针笔在米粒上刻字，从1个字到1面7个字，连 Happy Birthday 都难不倒她。我戴老花眼镜，我以前不用，而且我可以1颗米可以写到12个中文字。米粒上的祝福、鼓励是爱，原本也是陈端端最需要的。从小在育幼院长大，婚姻也破裂收场，经济是最大压力。曾经身上穷的只剩40块，还带着3个小孩。满月就跟着我做生意，对，从满月就跟着我，然后就一脚推摇篮，一手做米雕，然后收钱，然后干嘛？为生活找出路，陈端端决定从街头出发，米雕饰品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特色，入选10大杰出街头艺人。你好，猜我看看哦，这是手工软陶，图案都是自己搓出来的。念国中的女儿从小分忧解劳，看着妈妈的辛苦，有着超龄早熟的心思。她就是想往这一方面走，就是我只能这样讲。反正我想往这方面走，她太了解我了。然后有时候我就会想，你为什么要让自己搞得那么辛苦？后来女儿慢慢理解，妈妈不只为生活找客户，也在为自己的生命找新的可能。改变想法，心情出谋平庸。改变想法，心情出谋平庸。改变想法，心情就不同。对。所以不只要养家糊口，陈端端梦想要开店，要让女儿也能圆梦成为摄影师，要不断地挑战自我。我就会一直做下去，做到有一天我成为国宝。在小小的米粒上刻上无畏挑战的毅力，这对母女一起同心，以乐观的强大力量，一起朝着梦想迈进。改变想法，心情出谋平庸。改变想法，心情出谋平庸。